台南为了节省能源，2021年陆续将路顶换新 LED， 并安装伫内底漏电断电器，就是上安全的保护机制。不过因为进前伫议员蔡宗和爆料有厂商用大量的零件，结果送验无合格议案，议员李正国伫中立时嘛进一步检讨，认为是当初招标的天数缺失，才造成厂商偷渡过关。因为有关的市民安全，一定要严格把关。对此，干部局长表示，目前第一区3万外拍的路顶已经要求厂商换新，会尽速伫明年下半年完成。全部都会更换新的，而且会延长1年的保固。对，哦，这个是一定会这样子做处理的。当初的规格是不符吗？假设不符合，它如何通过我们环球的审核？其实它是符合经济部国家标准局的所提供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产品，但是问题是，实际上在做试验的时候，它没有经过，我们都会做随机的抽测，它不符合的规定的话，我们就会将它更换。议员除了针对路顶有漏电的危机，嘛检讨北外环以及大湾交流道等台南的重大建设。议员质疑政府因为节省土地征收费用等因素，造成设计规划并无关键，甚至完工以后电导延伸依然出了问题，所以要求市府徛伫地远的角度，一定要好好甲中央沟通，互前瞻建设就是思考10年后久长的决策。台湾新闻古文集杨顺怀采访报道。